自己也不知道该摆一些什么动作的姿势，这大家习惯了，总不能比这个姿势啊，因为我们音乐也没办法做到那个程度啊。好，因为我们目前最忙的音乐家就是他，所以其实马达教师家的音乐，他们的一个节奏，其实事实上是我一个很熟悉的一个节奏方式。我们阿美族的节奏也是那个叫做乱序，中文叫做乱中有序。拍子中的拍子，你怎么算它就是算不出来。为什么呢？有人说哇高啊，你这个。其实那是什么？爱怎么唱就怎么唱。可以吗？可以哈，因为他需要，对，因为我也今天这个地方就是距离就近一点，希望跟大家会有一个更好的面对面的一个感觉。其实我们很希望就是到世界各地，就我们这个组合。那碍于很多的一个因素，就是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岛屿国家，那要出去其他国家演出的时候呢，需要一个庞大的经费。那所以我们一直在挑战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也很开心，就是我自家的公司也非常的力挺我们这个团队。所以接下来我们更希望把我们台湾自己的一个原住民音乐呢，带到国际上，甚至到世界各地。让大家可以再看到、欣赏我们台湾的这个台湾宝岛，我们讲的台湾宝岛佛罗摩萨的这个岛屿，一个新的音乐新态度。所以，通常呢，我讲话是会比唱歌好听，所以我必须我的眼睛机器这边应该要放一个一面镜子，我才看得到他们。今天我是原则上是都绝对不会报歌名的，因为大家就欣赏音乐就好。报歌名我担心大家说这首歌我怎么这么爱这首歌？爱那就用行动来表示，就是去买专辑。Lihat satu kami tu rumah tarai rumah ayah yang difoto satu kami anili. Lihat satu kami tu rumah tarai rumah ayah yang difoto satu kami. Yes.
variare figura Masa wakin akhirnya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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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